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11月初2，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民进党的蔡英文和赖清德伫咧初选过头一摆共台，引起外界关注。韩国瑜参加国会政党联盟的周李董庆和吴江苗天三师共台，苗天是呼吁党员就爱收听。下晡有一个不明人士从入去桃园机场的跑道想要偷渡，身份和动机搁咧调查。总统蔡英文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伫咧党内初选了后，今仔日是两个人头一摆共台，同齐去台南替林俊宪徛台。虽然蔡总统要是讲会伫咧适合的时机推出上好的组合，不过两个人拢强调，若团结就选会赢。手牵手斗阵为林俊宪徛台，蔡总统加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伫初选过后第一摆共台，展现团结气氛。蔡英文总统一定爱当选连任，但是国会过半非常要紧。国会得过半，台南市60%是基础啦。赖清德爱台南乡亲继续支持林俊宪，现场加油声不断。蔡总统也伫台顶一直学罗林俊宪，有化解双方心结的意味，佮感谢赖清德斗三共辅选。尤其是行政院长在第一线，搁较艰苦，搁较辛苦，所以咱三位行政院长内底有一个今日徛在遮啦吼，大家来拍花，谢谢就好啊。两人共台为第10招，好亲像是蔡老配起手式。不过蔡总统也是重申，会伫适当时机推出上好的组合，也亏赖清德回答问题功力有进步。必须就这样感觉很好啊。我们民进党很团结哦，那我们也对外说了，我们内部也是如此的共识。那我们会在最适当的机会提出最佳的组合。总统的记者会，你这样子功力不错啊。蔡总统发出总统胜选国会过半，另外对手韩国瑜批评民进党控制高社媒体，蔡总统口说确实有能力操作媒体，韩国瑜去年就被当选了，伊唔通民调不利就口说民调，也唔通因为民进党团结就口说民进党。记者综合报道。2020总统、副总统选举的人数到今仔日就结束。代表喜乐岛联盟参选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因为收到的有效人数数无超过14万分，离法定的标准28万分，佫差一大坎。所以吕秀莲和裴碧显伫咧今仔日嘛发表退选的声明，嘛批评中选会甲刁难。吕秀莲和裴碧显的办公室提出5点的声明，包括强制连署人爱护身份证影本的规定是违反宪法，国内主流的媒体和政论节目明显有勾结，被指是媒体集体谋杀。全国各地的连署站嘛受到各种的形式的恐吓和干扰，强调因为法律和政治因素无法度完成连署，感觉真失礼，嘛体会到人性的善恶。感谢所有支持者，嘛会参介意和平公义的人士继续打拼。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拼选举，中部替洪秀跳来徛台，下晡就随去台北的凯道参加国会政党联盟的周年党庆，和吴江苗天三师共台。韩国瑜是希望大家会当全力甲支持，互伊当选。那苗天三师嘛公开呼吁伊的党员就爱挺韩国瑜。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出来，大家拢真欢迎。国会政党联盟创党周年庆，虽然政党无同，韩国瑜依然来祝福，也批评民进党贪污腐败、派系分赃款错，也佮硬拗，这伫选举是抹黑。断了7个邦交，花大把的钱弄新南向政策，一败涂地，内部纷纷扰扰，经济萧条衰退。争取认同好亲像也收到效果。国会党主席吴江苗天当场祝贺韩国瑜当选总统，展现力挺决心。除了华东派支持韩国瑜，也阁希望争取国民党伫台南立委席次，再去到台南替立委参选人洪秀跳徛台，展现团结气势。主席吴敦义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拢到场。希望台南乡亲这一次能够
把脑袋打开来，完全擦亮眼睛，觉醒。这一次能够全力支持我们提名的6位立法委员候选人，让台南可以完完全全的大翻转。韩国瑜发出爱互民进党落台，改变长期来台南经济无好的状况，也强调家己甲过去的参选人无同，因为伊为南部出发，听基层的声音。竞选总部主委沈文龙来接，韩国瑜将问题偏好朱立伦。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胜选啊，那该负的责任我们会追究。由朱立伦出任竞选办公室主委，高端乐观其成，不过强调还是要看对方议员。虽然现场吴志涵连续教会，不过高端提早离开，3人无共台。记者综合报道。那了拼2020，敢有第3个选择？即马红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要家己出来选，按算找财经的专家谢金河做副手，不过结果也是要等伊亲身宣布。今仔日，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3党的头人，拢拄好走去台南辅选，拼人气。云林西里复兴宫妈祖绕境活动2号暗时起驾，总统蔡英文、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拢会出席。台北市长郭文泰是闪开哪日透早先到庙里参拜，心情敢若真袂歹。伊想起今年大甲妈绕境的时阵，伊行甲真忝，即届来有较轻松。佮讲11月初9会甲过台面见面。云林的选情大概没有什么云林选情了吧？我跟你讲，尽力了，尽力就好了。郭董那边还没有密切在联系。有了，我好像11月9号跟他会同台。哪里摆到来台南吗？那你最好摆。I don't know why 为什么忘了？那日拼战2020，郭文泰嘛咧拼。初二，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大咖拢伫台南辅选，郭文泰结束婚礼的行程，马上赶到台南为民进党的区域立委严耀兴优待选情。另外，备受关心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敢是要选2020的总统？即马有风声讲，亲民党要委托民调公司评估，结果显示，那日对决的情况之下，若是宋楚瑜参选，有机会会使拼。所以，宋楚瑜有意思要邀请财经专家谢金河来做副总统。挑战前进总统府，找他聊是有可能，搭配我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谢金河社长跟他一起出席过2次的 APEC 嘛，他本来就是好朋友嘛，所以找他聊这是正常的嘛。宋楚瑜参选的态势亲像豆豆啊明朗，但是亲民党犹原话讲啊真保守，这敢是嘛代表这个争取提名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甲亲民党的合作机会无大，还是要等到宋楚瑜亲身对外宣布才会有答案。记者台北云林综合报道。今仔日下晡，桃园机场发生不明的人士撞入去跑道的事件。发航一台桃园飞保留的班机，下晡要起飞时，互人发现有一个外籍的查甫人要爬去哩飞行机的帘仔顶，经通警航警去现场抓人。不过伊的身份和动机目前搁咧调查。发航嘛根据 SOP 重新做安全检查，最后飞行机是耽误2点外钟才重新起飞。电影无可能的任务变上飞行机的画面，伫桃园机场真实发生。相片看到一名查甫人为停机坪草埔冲出来，就爬上飞行机的起落架，被后壁的韩亚航班机发现，通知塔台，建议停止起降。航警也会同航母处人员赶往现场，当场将人压制逮捕，过程大约10多分钟。机顶未少的乘客拢亲目睭看到。他就蹲在那个石头后面，然后我就看到他2秒之后，他就突然好像听到什么，一抬头，这就很迅速的一转身就冲到机腹底下。这名查甫人被抓是一名外籍白人，拢唔讲话，身上也无任何证件。经过航警局传回调查，牌仔内底有手机、现金甲反光条，至于如何弄入停机坪，甲爬上飞行机的起落架的原因有待调查。这个人的动机和他的动线，现在都由航警局正在侦讯之中。他没有任何的证件，也没有任何的入出境的这个记录。所以现在到底他的身份是如何，我们还不是很确定，没有办法沟通，因为他的语言他不是讲英文。那是旅客吗？不是旅客。这班飞行机有149名乘客受到这件疑似偷渡事件影响，全拢返回机场等候。华航也紧急作业流程，换飞行机重飞伫下到4点20分顺利起飞，拢总经过2点外钟。记者综合报道。礼拜放假，国道所发生交通意外。国道1号彰化溪州路段上北223公里的所在，晚到的时发生5台车拢做伙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这站车祸事故嘛，造成上北的交通塞车是塞真忝，过道车流才道顺。
事故现场路畅畅，轿车弄甲规个变形，救援人员赶紧用破坏机躯，才将车身震开。掉伫车底的细皮护理师被救出来了后，赶紧送医。因为细皮护理师受伤严重，第一时间救出，已经无生命现象。其他也有5个人也受伤，包括一名只有8个月大的查某婴仔，有生命危险，也在求救。他目前的血压是80/36，心跳138，所以呢，我们不排除有生命危险，进一步送到小儿交病房进一步急救。代志发生伫2号接近中道国道1号就北223公里的所在，中华溪州路段发生电环坠落的意外，造成2个人轻重伤，其中1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4个人轻伤。其中细皮护理师甲伊8个月大查某囝就北要去啉喜酒，拄到意外。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无保持安全距离所致死的。前方的车子就是发现说前方车多有定点的现象，他们就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就遭后方的车辆撞上来，撞上来之后，后面2部车就是撞上来。警方初步了解，当时车流量大，技术因为安全距离无够，也毋过确实原因要爱进一步调查。这件事件也造成大塞车，过了中道才渐渐疏解。记者综合报道。国道收费员自救会抗争要6年啊，争议犹未解决。下晡自救会成员搁去交通部大门头前汇集。要求总统蔡英文若要连任，就要照拼照行。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益强调，自救会已经提出行政的诉讼，一切是尊重司法的判决。执政解芒果，执政解芒果，连任芒果干，连任芒果干。国道消费员自救会成员礼拜6下晡到交通部大门前夜班抗议，因为自2013年底国道全面电子收费后，部分被资遣的消费员不满，造成自救会要求政府安置工作、行年资等等。3年前拄就职蔡总统要派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益签协议，要将消费员年资纳入保奖金，不过最后却全部弄跳票。你当初签下的协议什么时候要兑现呢？什么时候要还给我们一个公道？自救会表示，这场路权抗争经过纳入2政党轮替，亲像马拉松同款。在目前数10位马拉松选手，一路被自救会成员为交通部出发，经过总统官邸、行政院等地，回顾过去将近2年的抗争过程，要求蔡总统爱选举都要先履行协议。因为当时并不知道每个人的条件是如何。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求说，一定要照当时就他们提出来的，我们要照单全收了。自救会已经提起行政诉讼，目前要在审理。林万益强调，一切尊重司法判决结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地方的消息，台中的向上路6段往沙鹿的方向，因为是一个长搁夹的路架，当地常常发生车祸。最近是风声讲，警方要伫这个路段到区间的测速系统，希望会使减少超速违规。警方嘛讲，上紧明年就会实施。有不少民众驶车驶过台中向上路6段的路架，发现车有大型的架，才会甲速度放较慢的，避免超速。民众嘛经过网络提醒司机，车若要驶过这节就斟酌，因为警察伫这到新的监测系统。因为那边下坡很大，那个大车又多啊，那边刹车有当天都动袂掉啊，还抢出啦。当地民众表明，向上路6段往沙鹿这节不时有意外发生。今年4月，都有驶大货车的运将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弄一个落去，损害2架车，3个人受伤。4月有大货车挡啊告状，地属车辆弄做一伙。8月有2架蓝马空车相弄。所以警察决定伫龙井交流道1.7公里这节到速度监测系统。是有3个侦测点的，那侦测的方式我们就是计算这辆车假装说 A 车，它经过其中2个点侦测点的时间，那我们用这个距离除以时间，就可以去换算它的平均车速。心里会有警惕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超过时速啊，这样子它的速度就放慢了啊。警察表示，凭传统翕相这组系统，包括车牌辨识甲测速度的功能，用区间平均速率结合，会当避免司机只会驶过监测器就加速。确实要求运将守规矩。警察按算伫明年就通来实施。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佮传出病院流感、群聚感染的代志。
新港病院儿科的加护病房，顶个月25开始到昨昏，总共有9个护理师和一个红牙仔出现类流感的症头，其中8个人快筛拢验出流感的阳性。新港病院表示，发病红牙仔搁咧发烧，已经转去隔离室咧治疗，剩的医护人员拢予因克流感、抗病毒的药啊，先预防性食药啊。因为今年公费流感的预防剂是较晏做，加上流感的传染力是真强，才引起这阵群聚感染。目前除了发病者已经隔离治疗嘛，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上班就要挂喙罨，检测敢有发烧，也是发生顶气流感染的症头，加强清洁卫生和公共区域的清洁。这阵流感的检测会检测到这个月初9。桃园阳明高中今仔日是办校庆，不过有上百个师生是穿乌衫、有布条啊，要求要甲校长宋庆伟换掉，指控伊伫咧遴选是有争议，佮伫咧校内进行威权的统治。桃园市教育局是表示，会伫咧11月12召开校长升级考核小组审议。宋庆伟嘛强调，家己的遴选资格绝对无问题。上百名学生穿乌衫、有布条画反送桃园阳明高中校庆活动，正做要求撤换校长宋庆伟的抗议场面，不满伊进行威权统治，也有好亲像无适当使用经费，就连老师也看不入去。身为阳明的老师，我们要捍卫阳明学生受教权，不要威权暴力侵犯校园。撤换不是任校长。师生提出4点指控，有宋庆伟去年1月份做福丰高中校长，任期无满就退休，所伫咧同年8月复出参加高中校长遴选，引起质疑，加上就媒体发文攻击校内老师等。不过阳明高中家长也提出家己做的支持校长尊敬师长的纸条来支持。桃园市教师会也提起要求，希望桃园市政府要正面积极的处理这件事情。他是有资格参加遴选的，对，所以是领导风格引发的纠纷哦。对，还有跟老师之间可能有一些案子的处理上，大概沟通。教育局表示已经改一了解，10日会开校长升级考核小组审议。宋庆伟回应，这摆抗议活动应展现阳明高中历年以来重视多元声音，校方会做更较好改进甲调整，早期会甲学生、老师、家长建立更较好共识。遴选资格部分强调有经过审查合格通过，绝对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由国防部主办的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创意爱国歌曲竞赛，伫咧今仔日下晡举行决赛。去年的冠军中敬高职连续2年夺冠军。这届参赛8间学校拢也有自校的教官，不过未来教官会伫咧2023年的8月全面退出校园。歌声配合整齐舞蹈，去年冠军队伍增进高职展现自信甲霸气，目标卫冕冠军。国防部主办第1届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创意爱国歌曲竞赛，由北中南8间高中职伫台北要拼冠军。证明给所有的人看到，我们大家壮进高职是可以的。对 ，OK 了，我们要勇夺冠军，好不好？我们力挽狂澜，让世界另眼相看。这摆参加比赛的8间学校，拢依然有军训教官驻校。不过，为2017年起，高中大学教官开始欠人无要补。按算伫2013年8月初1进前，教官会全面退出校园。教官很温暖，教官很帮助我们。对，学校教官都会就是安慰一些，比如说特殊生。对，还是要有教官存在，对啊，因为高中的时候就是教官虽然很严厉，但是他还是能管制那些比较坏的学生，或是对啊维持一些秩序。将来教官退出校园，全民国防教育会改由老师上课。教育部按算3年来培育600名全民国防老师来应付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反送中，原本定下晡3点要举行维多利亚公园的集会，警方xuất發反对通知書。不过港岛和九龍要求4个集會照常舉行。2點過，會集的民眾是繼續增加，超過200個人。今仔日包括歐洲、美洲、南非，全世界總共有17個國家、46個城市，攏有辦替香港讚聲的活動。
风发射催泪弹，赶走示威民众登陆湾的道路拢是烟雾。另外一边的维多利亚公园，示威民众继续组织跳栏杆做路障，想要阻挡继续推进的警方。阮在这边，水炮车陆续就飞，警方喷大江水，逼得示威民众往外口走。虽然香港警方一直要求示威者随离开，不过有关挡袂掉示威民众上街表达诉求。大批穿着乌衫的民众重新组织，有人举着雨伞，有人摕着美国国旗，不过有有部分民众遭到香港警方压制。这场遭到警方反对的集会，区议会超过100位的民主派候选人突破法规限制，分别获得因的支持者用分进合集的方式组织。同款21月2号这天，在全球46个社区也拢有声援香港的活动。对香港地产设计行业已经遭到亡命人迫害，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认為，大家會當有無同嘅看法，不過唔應該迫害。好多嘢都可以透過一啲理性嘅方法去解決啦，唔需要去做到破壞學校設施嘅行為。對好多家長嚟講，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典禮。咁所以我都希望咧，所有參加者咧都能夠尊重呢個典禮。前幾天，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畢業典禮，有畢業生為了聲援送中運動，掛喙往上台。校長記者甲因握手翕相，對此楊潤雄呼籲所有參加的人應該尊重典禮。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國際消息，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因為嚴重的空氣污染，初一宣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污染的數值是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標準20倍，被說是一間大型的毒氣室。當局趕緊噴500萬的催暗，嘛呼籲民眾盡量莫出門。在日頭一天，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天頂看起來是攏霧霧，行佇路的人差不多攏帶着催暗，也毋過就算帶着催暗，這邊人佇外口，伊原會感覺真無爽快。आँखों में मिर्ची लगती है, गले में जलन पड़ती है, और क्या नाम बहुत तकलीफ होती, चलने में सांस लेने में दिक्कत होती है。根據統計，新德里以後空氣中的 PM2.5的數字一度飆升到每立方公尺533微克，是世衛組織 WHO 建議的24小時平均袂使比25微克較懸的20倍。印度的首席部長克里瓦爾講，新德里已經變做一座大型毒氣室，當局趕緊向市區內底爸母甲囡仔來發放500萬的催暗，同時也宣布新德里甲鄰近2個省進入公共衛生的緊急狀態。公立學校停課到5日，也呼籲民眾盡量莫出外。Because it's like a lot of polluted, right? We have a lot of pollution in our city now, which is a very bad sign. 1號一天，德國總理梅克爾拄好到印度展開3天訪問，拄到嚴重空氣污染。梅克爾也只好在空氣污染中接受歡迎儀式。而下晡，伊甲印度總理莫迪訪問甘地博物館，也無帶催暗。另外，印度對孟加拉的棒球賽3號嚴重舉行。2017年的比賽也不拄到嚴重的空氣污染，甚至造成球員佇球場佇吐。也毋過今年球員講袂煩惱。We are used to these conditions. I think we have played under the conditions, so nothing special is being taken care of. 印度每年11到12月嚴重空氣污染，主要是因為農民甲採收了後的產地放火燒所造成的。同時，傳統的拜登節也放真濟炮也是主要原因。另外，包括工廠甲車輛排放的廢氣，攏是空氣污染的原因。也毋過，印度當局一直想無步通解決。記者綜合報道。明仔載天氣是好也是歹，聽擬定預報你就知。北部地區21度到26度，中部地區21度到30度，南部地區23度到32度，東部地區22度到29度。離島地區20度到27度。接下來是未來3天的氣象。
新闻最后，带你来南韩行行看看咧。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Thank you.